台湾网啊走向国际，文策院上应用创公司和日本的 YTE 签合作，头一批会有3出作品去日本做网架，利用日本的产业链和动画制作经验，甚至是通路去发行，要并入去日本的市场。住伫黑暗森林，正要用心灵控制的夺心魔，拄着敢若像互人放杀伫遮的查某囡仔，看起真黑暗恐怖的画风，讲到亲子成长故事。长篇连载型的《红仔册》正做夺心魔之必要。全球有26万的买奖，伫网络红仔册国际平台更加超过2000万次的点看率。其实我们的作品在欧美市场上也算小有成绩，但是这是书籍出版方面，但在动画这一方面就比较不是他们的专长。那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伙伴。台湾原创红仔册想要动画化，想要行出台湾，无遐尼简单。为此，全台唯一用伫日本潮州动画制作委员会资格上映用创公司，甲日本株式会社 YTE 以及文策院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启动日照计划，或是台湾原创 IP 到日本发展，培养这个国际级的 ACG 制作人。我们也会带进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制作团队，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边学边做。好，然后再借由日本的他们这个专业动画制作 know how， 还有他们的发行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这一次合作主要是我这边会去跟他们做对接，也就是说我会进行编剧，那再跟他们的产业链进行一次合作。那透过这次的合作，我能够更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。那我能够用我这个点再去串起台湾的后续的产业链。日照计划头一部包含真做夺心魔之必要，台湾甲日本合作的原创 IP 道基，要长期连载伫日本秋田册店出版的旗下杂志的台湾 IP， 真想要去台湾耍。台湾旅行同好会拢伫推动动画化，下一步是要锁定轻小说，和台湾原创 IP 行向国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